屏东夜市有家友专门偷摕关钱扣甲的蓝山，受害单大部分拢被报警察。若前几日是阁出现一个查甫人，趁这店头收大无人，就甲爱心捐款的钱装入去家己的落袋内底。警方调监视器抓到人，提起店头收大了后，爱甲钱收好势。 2半暝要4点，一名查甫人行挖进无人的档仔，手伸出来开始敲，去敲到关钱的扣仔，甲扣仔摕起来，蓝衫仔倒出来，最后甲钱放入去家己的落袋仔。代志发生伫屏东夜市，因为有的店头有放爱心关钱的扣仔，因为金额无济，就无特别收起来，煞变成家友的目标。就是像杯子什么的就放下面啊。 然后捐款箱也是就顺手就是放下面，因为捐款箱那个阿姨那个固定一段时间会来收。捐款箱，对，那个零钱里面的钱都全部收刮走。最近可能刚好有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，但是就是知道有人就开始就像翻箱倒柜这样斗嘛，就很麻烦。 这个里长表示，其实屏东夜市的店头拢知影附近有家友，有时阵家友找店头讨，因会摕一寡蓝衫仔，互家友食饭，当做善事。毋过最近发现，有的家友会趁半暝收大无人，乌袂晓，甚至会去拍开徛家的门，互附近的民众感觉不安，落尾决定报警。24日晚间发现张嫌行迹，当场带回说明，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。 警方看监视器了后，第2时暗时巡逻，抓到一位35岁姓张的查甫嫌犯，偷摕裤仔内底大约560块。警方提醒夜市档仔甲店头伫收单了后，现金含关钱的裤仔爱收好势，避免互人偷摕去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